恐龙囝会使伫厝仔骹困去啊。所有的动物毋是渐渐甲出声，就是双甲哼哼哼。因拢行甲驶叉真实。偏偏有一只鸟鼠，拄好摔伫三个头壳顶，使规个摇起来，使规个摇起来，伸手就甲鸟鼠掠条咧。鸟鼠惊甲皮皮喘，细细声爱求使。知影大王拜托你甲我治。人工我一定会报答你。听到鸟鼠安尼讲，使感觉真好笑。你遮尔小只，哪有法度通报我？伊讲本看鸟鼠无点，甲你拆食落吧嘛，无够我食。好啦，我就放你一条蛇咯。就安尼，伊甲鸟鼠放开。就安尼，伊甲鸟鼠放开，互伊走。有一个早起好拍力的猫仔猫着，无法度认同，这是份。好佳在鸟鼠对遐行过。伊看着屎条伫房仔内底。水用喙齿甲网仔甲好大，救屎一条性命。鸟鼠细细只，毋过嘛是有伊的本事来救万兽之王。这就是俗语讲的，男马嘛有一部踢。